第四章，恁中间的争战相拍是对倒落来的呢？毋是对恁肉体中相拍的私欲来的吗？恁贪婪要是得袂着，恁杀害、怨妒、搁相拍争战也袂会得着。恁得袂着，是因为恁无求；恁求也得袂着，是因为恁滥三求，要浪费伫恁的宴乐中。恁这会淫乱的人啊，兼毋知甲世俗做朋友的，就是甲上帝做对敌吗？所以凡若想要甲世俗做朋友的，就是甲上帝做对敌。恁想圣经顶所讲的是空空的吗？上帝所赐踮伫咱内面的灵，是恋爱交伫怨妒吗？总是伊赐互咱更较多的恩典。所以圣经顶讲，上帝主动骄傲的人，赐恩互谦卑的人。所以安尼，恁着顺服上帝，着抵挡魔鬼，魔鬼的确离开恁逃跑。恁亲近上帝，上帝的确亲近恁。有罪的人啊，着洁净恁的手；心怀仁义的人啊，着清气恁的心。恁要愁苦、悲哀、啼哭，将喜笑变做悲哀，欢乐变做愁闷，着伫主的面前自卑，主就的确互恁升悬。兄弟啊，恁毋通彼此批评。人若批评兄弟、论断兄弟，就是批评律法、论断律法。恁若论断律法，就毋是遵行律法，就是判断人的。设立律法甲判断人的，只有一位，就是迄个为救人也为灭人的。你是一位，竟然敢论断别人呢？系啊，恁有话讲，今仔日、明仔日，阮要去某的城内，伫遐踮一年，做生理得利。其实明仔日怎样，恁也毋知。恁的生命是甚么呢？恁原来是一片坟墓，出现蝶仔久就无看见啦。恁只着讲，主若愿意，阮就通活地，也通做这个事，也是做迄个事。现今你竟然用中共夸口，凡若安尼夸口的，拢是歹。人若知影行好，却无去行，这就是伊的罪啦。